伫南美中校友总会理事长德英总的见证，安昌伫校长廖在国手中接下这座校友杰出成就奖。难得是这个奖项，嘛是25年前伊担任校友会会长所创立。现在25年后，第14届才被推荐获奖，将伫12月10号校庆当天正式颁奖。当然是真欢喜啦，这个奖是要台南一中足侪杰出校友以后拢会当摕到这个奖，安尼。你本身心情啊？你摕这个奖？我当然真快乐啦。25年前我创立这个伫校友会，甲成立这杰出校友成就奖的选拔汇聚在台南一中伫全世界、全国的校友的力量，来。募集这个奖学金，即个奖学金会当增加到4、5千万，这是当然我真欢喜啊！佮今仔日我家己摕奖，我嘛真欢喜啦！谢谢这个校友会李干事甲我推荐，这个校友甲我推荐，谢谢。这届除了洪安昌现已制书超过50档，去关心母校持续关注助学金回馈的贡献以外，校长上午嘛公布南一中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名单，包括杨俊宇、杜元坤、沈延胜等7位，其中7档前已经取消的政治类，目前改做专业服务类，由2位林俊宪获奖。这次能够获得母校台南一中杰出校友奖，我个人当然是觉得非常的光荣，但是也觉得诚惶诚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还不够称之为所谓杰出但是也感谢校友会很多学长的肯定，他们大概是以我过去在政治社会上的公共服务来给我一些加油鼓励的肯定。我们对高中的时候这个母校都会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尤其明年是台南一中建校100周年更是意义重大。那我们特别感谢校友会举办一连串的相关庆祝活动。对于这次能够获奖这个给自己鼓励以外让我未来更是需要加油打拼。南一中的这个杰出校友的讲座是由我们的杰出校友也是第9届的杰出校友郑春雄雕塑家所雕塑它有几个重要的意象。第一个 A 就是 Art 艺术的部分。第二个有 S 是 Science， 这是科学。象征了南一中的校友在不仅是科学方面、数理方面，还有在人文艺术领域也都有非常优秀的成就。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E的意象。E 的话就是 First 南一中。那另外整体来讲的话是一个凤凰飞翔的意象，代表南一中的在100年以来那么校友的表现如同凤凰一样那么飞龙在天。今年南一中创校99周年，校友总会办理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累计到达已经有151位校友获奖，嘛借机会鼓励学弟妹向因来学习。台南新闻关之郭博义采访报道。